俗语讲了好。喂，无真济啊，现在分什么？无甲恁注意一下，即摆呢鼻啊笨咧，手头挂咧，即摆是安那当做咱咧迄个咧送迄落个哦，搁咧比啊，搁咧比，你徛喺在交通指挥哦，哈，差点仔副甲起动者。对啊，无啦，对啊你袂刚刚咧较早练吗？对啊，袂歹啊，哎，这会分会啊。咧安尼一盆落吼，安尼闭落吼，安尼对安尼一排落吼，哦，加偌真精神加偌好诶，每拢安尼举起来，举起来，调搞当做我阿阮恁兜才教的哦。啊，时辰已到，上班了。上班，耶！哎，准备好，呀，很好喝，哎呦，人起来，人起来，这个哦，哇准备前，准备前，来来来，嗨，来得巧哦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来，请坐。啊，有代志哦，再教来。强度，啊，伊一口讲 thank you，伊迄闹英文的呢，啊，伊手搁杀一本迄个什么圣经，圣经和圣经。圣经，诶，公主啊，我感觉你今日较无爱打稳哦，诶，这个可能来乱的哦，对哦，来乱呢？唔来乱的，来可能来挑战的挑战的，这做囡仔看起来，敢生做安尼清清气气啊吼。是啊我感觉伊体内有一种令我不可思议的力量。哎呦，有可能是要来甲咱挑战。哦，无要紧，来本宫，不管是咧问事还是甲来挑战都无差。是以本宫的财务状况啊，共款的 SOP，你记下讲。我该讲者，该讲者。英文呢？那无咧，啊，英哎，文你会使啦，你搁我等来英，文呢？哎呀，冲冲的。哇，英文呢？会使啦，我在行的啊。啊，试过没？试过没？Excuse me， Hello，哈，this is a book. Yes， This is a book. Bible， And no pen, huh? No pen，No pen。Before the situation, huh? Yeah， Let me tell you, huh? Money, I see。 money. I see。 I use money. Yeah，I see。Of 哎呦，好啊， course，No problem。真好。准备。哎呦，唔会，十块呢。十块喂，好啦，快紧10块嘛是算生意啦，吼。对。来呀，香炉传落去，起教。办的 SOP 啊，来，用万事 SOP，拍手叫快点。哎，今日听无？啊无安尼经营一下，哈。比心尴尬。咱们这个姑娘啊，你叫做什么名？ My name is 厉文王。大皮心，伊讲你问我，我问啥？哎，倒位的人？I came from Malaysia and I'm an overseas Chinese。哈，嘿，你既然是华侨，因为我们公主听不懂听不懂华文，华文吼，OK。所以你讲华文，我来翻译。 OK，没有问题。翻译好好的，我是来这里布道的。哦，你讲伊来遮报仇啊啦，报仇啊，对，我来这正常的哦。你的神跟我的神一样，神爱世人。伊讲吼，神拢爱死人。来继续。你的神跟我的神一样，神是无所不在的。好，伊讲吼去便所涂骹伤骨，徛袂知。
神是最伟大的。啊，伊讲神是上大尾，盖大尾。哎，请问这个神明敢会当借我本寿？原来拄啊，我感谢你睇来迄个真，我知你无法讲完呢。你足大迄个力量都是捧功哦，无问题，要借本数呢，先交200块回还费。无问题，无问题。 200块交了，我拢传好啊。你200块了，你还佫通过一个考试了，才我就享受到真清气的便所，高级便所服务。来，请念一遍来。这个一只狗仔跋落狗仔，一只狗仔抓狗仔来搞狗，知是狗狗狗还是狗狗狗？不得你安那教拢同款吼，安尼真好，我学会来，便所第一名，请来。哎呀，头前行2公里就到。狗是狗嘛。对啊，狗。安那呢？奇怪，咱的便所什么时阵有会员制？哎呀，这里会员制啊，会员制，这里有所不低的。伊啊，就是要办会员制，所以以后伊就会定定来。哦，安尼，无这个伊就变做咱的信徒啊嘛。我用心良苦，我靠，还有人啊！哦，人来了，大屁神啊！你一定要甲我做主啦！你好气小调，输开分出去，输开佮分出去，输开佮分出去。鼻孔敢有较大粒啊？较大空，鼻孔无算粒的啦。来，本宫办事进前的 SOP 是。红包金锣八头鸡。先通过了，马上我就替你处理所有嘢啦。是这包票啦，歹势啦，我先包淡薄啦。来，经过考试，你的考试就接下来。哇，念到。我讲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，你若甲别人讲，我就无爱甲你讲。若你真正要甲别人讲，就千万唔通甲别人讲，是我甲你讲。上万10秒来完成嗰一摆，预备开始。我讲你讲，你唔通甲别人讲，你若讲甲别人讲，我就讲你无你讲。若你真正要甲别人讲，就千万唔通甲别人讲，是我甲你讲。所以非常好，听到袂歹。因今天来有好事啊！哎呦，大屁神呐！煞唔知我拄嫁一个翁，结果我甲阮翁来去度蜜月，度蜜月的时阵呐，度到一半时阵，阮翁煞无去啊啦！你的意思是讲，你甲恁翁小度到一半，恁翁无去？怪怪呢。度蜜月啦，哈尼mun呐，去美国旅行，甲一半恁翁无去。嘿啦！哇，这代志大条呢。这代志真重大，人命关天呐！你可能要加入会员哦。哎，对啦。哦，知，拜托啦，你搞我三更啦，真好，拜托啦。来，刷出去，接地球。来，我来。来，来，这个物件你摕咧，好是。你劈到倒位啊，念伫倒位啊，就了解恁翁伫倒位啊。好，就这个位置来吃了，我开始来。来，再来哈。我喊呀！哎呦，卡你这里，这度。我伫遮。来，再来看卖。在什么所在？来，哇，这个所在复杂啊！Australia。我知，迄个所在非常寒冷。哎呦，恁翁因为坐飞机，迄阵俩飞机轰隆，所有的零件都失上去。所以电脑自动导航的物件嘛，实际上所飞机一直飞到啊，伫海面降落了，你人穿着伊的救生衣收去迄个高度顶悬。哎呦，所以即马等下咧化天面化地问一个，伫咧高端日子伫赶紧飞机坐落去澳洲，去澳洲了去到上南边遐了，车一台船往迄个岛遐前往去了后，你就我就甲恁安解决掉，一定要72小时内底完成才法度。安尼啊？是。好，安尼我随来买机票来。划船来去遐，你也了解。你若找到恁翁了，爱甲恁翁带来阮遮，哦，即摆你是会员咯，拍8折咯。8折咯，好，有买一送一对对。对。好，我随来去，72小时内底。给你，来，过来啊！哎，对，公主，
主啊，嗯，啊，最近你哪拢叫人安尼加入会员呢？哎呀你以前都无安尼啊。对啊，这是有啥物用？对啊，伊就有所不知咯。哎这种情形两句俗语当形容。哎哦，第一句叫做老秀才搬厝，哎，第二句叫做欠钱买槟榔，哎拍破过来。哎，来，两位导演啊，来请进，请进。拄迄个情形，伊叫人加入会员，伊就要共收钱。即款呢，第一句叫做老秀才搬厝，第二句叫做欠钱买槟榔，赞成第一句的举手。无人想第一句，老秀才搬厝。应该是老秀才搬厝啦。哎呦，我考有稍微疏刻一点嘛。哎好好呦，好好。来，拄好，拄好呢吼，拄好插油。是啊，因为我看到编剧的手拽，我想伊靠学问，我对伊遐好啊。你靠下边对你讲，老秀才搬厝的意思是。老秀才搬厝就是动作足慢的，因为老啊嘛，啊搬厝我摕我足重的，搬慢慢啊搬，无感觉，但是有一工厝就无去啊，就搬走啊。所以甲我拄啊，迄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碰过我经第二个好啊，会使啦哦。伊就是你不知不觉，就甲伊的钱慢慢啊搬走啊。哦，所以要去紧等个第一个对吧？不，我想讲吼，因为伊就是一直收集迄会员钱嘛，就是咧欠钱迄个意思，所以有钱就是买槟榔。我安尼说食足济哦。老秀才搬厝，因老秀才爱读册，所以因兜拢是啥物？要搬厝啊，拢是册，啊册嘛咱叫做书，对不对？啊若读做文音变做啥？书，所以老秀才搬厝所搬的物件拢是啥？专书，专书就亲像美国西装。大书，所以老秀才搬厝就书甲添。啊若槟榔咱是啊，槟榔要安处理？爱用剥的，所以欠钱买槟榔是讲，把这钱欠落来，通个后摆买槟榔来剥，以后来剥，啊就是春后剥。所以有时咱讲吼，一顿锤嘛，就留三尺哦。做人留后剥，日后有体路。以早拢无，啊是安怎即摆要有？咱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碰过是安怎？伊是用心良苦哦，会员甲你收200，啊那过来来拍八折，就是要头碰过讲的，望这人后摆会当啊较接来，所以真正是欠钱买槟榔，这是答案。无论咱啊，吼，这种不用了解，来拍破过来。